大家好啊！我今日煲咗健脾滋陰響螺湯。呢個湯嘅好處可以健脾益氣、養心安神、潤肺止咳同埋清熱祛濕嘅功效。同大家分享所需要嘅材料啊！材料有淮山30克、時實2湯匙、蓮子1湯匙、百合1湯匙、茯苓粒1湯匙、蜜棗1粒。另外再加咗響螺1個同埋瘦肉半斤。大家睇到畫面呢一款就叫做急凍響螺頭，咁大家喺超級市場就好容易買到噶啦。咁我就比較中意用急凍呢一款，就唔用乾，因為乾身嗰啲就要浸好耐，呢個容易處理。首先我哋用清水將佢解凍先，浸佢20分鐘度。響螺嘅好處可以滋陰養顏，咁我哋擺度浸一浸先，轉頭再同大家講啊。之後再將時實、蓮子、百合、茯苓粒呢啲乾嘅煲湯材料，我哋用清水浸佢半個鐘啊。生就要浸耐啲，浸佢1個鐘啊。響螺解凍咗之後，我哋可以用刀仔或者用刷輕輕刮走表面嗰啲污糟物佢啊。響螺嘅腸臟我哋都掹走佢，掹走咗之後就用清水沖一沖洗，保留返響螺個染。聽聞可以預防耳水不平衡同埋耳鳴，好有益處。跟住我哋將響螺飛一飛水，水滾咗可以加入響螺，大概滾佢1分鐘到，再加埋紹興酒啊，可以預防腥味。跟住我哋再將響螺一開二，清潔埋裏邊有啲少許嘅污糟物，可以掹走佢。跟住再將佢切開細細片啦。響螺煲咗湯之後，我哋可以加啲豉油點嚟食，好好味㗎。淮山話咁快浸咗1個鐘咯，之後我哋倒咗啲水佢，再用清水沖一沖洗。淮山有唔錯嘅健脾效用。如果我哋平時食慾不振啊，唔想食嘢，可以用淮山嚟煲湯。其他配料我哋都浸好咗，亦都用清水沖佢1-2次啊。再加埋預先飛咗水嘅瘦肉，再加返粒蜜棗。話咁快煲湯材料我哋又準備好啦。而家可以煲湯啦。今日用咗2公升嘅水，水滾咗可以加入所有材料，跟住等佢大火滾起，滾起咗之後再轉中細火煲佢個半鐘呢。話咁快煲咗個半鐘，我哋睇一啖湯先，唔錯，都好溶喎。最尾我哋可以加返啲鹽調味，就飲得噶啦。健脾滋陰響螺湯話咁快就煲好啦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嘅影片，歡迎分享、讚好同埋訂閱我嘅免費頻道。咁我嚟緊下次一有新嘅影片，可以立即通知大家。等我試下啖湯先。唔錯。啖湯幾好味，好鮮甜。而啲響螺肉加啲豉油嚟食，可以增加鮮味。啖湯好飲，一啲腥味都冇。同大家重複一次呢個湯嘅功效啊！呢款湯水可以健脾益氣、養心安神、潤肺止咳，仲有祛濕清熱、滋陰安神嘅作用。
希望大家喜歡我今日介紹呢款湯水啊！如果大家喜歡飲湯水，歡迎讚好同埋訂閱我嘅免費頻道。好啦，今日分享係咁多，下次見。